國銀行提你，而家時間係晚上6:59。政府重申，新嘅舊法例下，旅行社都唔能夠向屋苑提供穿梭巴士服務。讓積金政府管理帳戶舊年收益3.27%。泰國今日再發生起重機倒塌事故，造成2人死亡，同尋日嘅事故係同一間承建商。各位，政府重申，無論係新舊法例，旅行社都不得向屋苑住客提供日常穿梭巴士服務。對於有屋苑出現涉及旅行社穿梭巴問題，政府已經通過跨部門協作介入，並提供協助，包括推動兩巴調度租賃車輛提供穿梭服務。旅遊局聯合交通事務局發新聞稿表示，關於旅行社嘅業務範圍，現行法例已經明確規定，旅行社提供嘅接待同中轉服務必須具有旅遊性質。即將喺2月1號生效嘅旅行社業務及導遊職業法，喺修訂嘅過程中，經充分討論，亦都決定維持呢一個根本原則，即係旅行社核心業務唔應該偏離旅遊範疇。而為咗配合旅行社業務嘅發展需要，新法適當擴闊咗服務範圍，明確允許旅行社為特定目的提供服務，包括宗教、慈善、文化、學術活動及公共部門履行職責。因此，無論係根據現行法例定係即將生效嘅新法，向屋苑住客提供日常穿梭巴士服務，都唔屬於法例所允許嘅旅遊性質或者係特定情況，旅行社不得經營呢類業務。而旅遊局作為監管實體，指出一直依法對旅行社業務進行監管，喺發現有旅行社提供不合規嘅服務時，會依法提起程序。2015年至2025年期間，一共有140幾宗涉及旅行社違反同用車相關嘅規定而被提起程序嘅個案，當中包括違規提供旅遊巴士作為員工巴士，或者係屋苑穿梭巴士。而對於有屋苑出現同穿梭巴士相關嘅問題，特區政府已經通過跨部門協作，主動介入並提供協助，包括推動2間巴士公司調度其轄下非營運車業務嘅人車資源，租賃車輛提供穿梭服務，配合社會唔同類型嘅交通出行所需，亦都要求巴士公司加強巡查，監察各巴士路線嘅運作情況，適時增加班次以疏導客流，並聯繫物業管理業界關注有關屋苑穿梭巴士服務嘅情況，以及了解業界嘅意見同建議等。此外，屋苑同企業等亦都可以喺符合法例要求下選購合適嘅車輛作為穿梭巴士用途。澳廣視記者黎麗晶報導。針對屋苑穿梭巴士問題，有物管商會呼籲業界要遵循法律規定，妥善協調，減少對住戶造成影響。又提到有部分業界正同巴士公司磋商穿梭巴士服務。喺路環呢一個大型屋苑，唔少嘅住戶都習慣使用屋苑嘅穿梭巴士服務。呢一個屋苑為住戶提供合共3條嘅路線，分別往來澳門同氹仔。根據現行法規，旅行社不得向屋苑住客提供日常穿梭巴士服務。至於即將喺2月1號生效嘅旅行社業務及導遊職業法，亦都有相關明確嘅規定。有物管商會就呼籲業界要遵守法律規定。又提到部分業界正係同巴士公司磋商穿梭巴士服務。管理機關同埋屋邨咧，希望大家咧係同我哋一樣，係要跟住我哋個法律框架、法律嘅條文去做事嘅。我哋唔可以為咗個人嘅方便咧，係同法律嗰度有抵觸。咁呢方面咧，我深信咧，澳門大部分嘅市民咧，大部分屋苑嘅業主咧，都係認同呢一點嘅。好簡單嘅，因為喺澳門可以提供到呢個巴士服務嘅，其實咧只係2間巴士公司。咁喺呢一方面咧，唔同嘅屋苑咧，喺最近呢幾日咧，
已經係同巴士公司咧係進行磋商，希望咧係盡快協調得到一個方案。呢個屋苑亦都喺站點貼出告示，指穿梭巴士嘅服務將會調整。有住客就期望能夠降低影響，無縫銜接咯，最好就係無縫銜接咯，係咪做到？因為唔好話突然之間話俾你你聽日冇得坐㗎啦，你要自己諗方法啦，咁樣係咪？即係你諗方法係搭巴士啊，其他交通工具啊咁樣，因為始終呢啲比較夾實啲㗎嘛。公司又好，個人又好啊，都係要遵守個法律嘅所以呢一點咧，我哋係支持嘅。第二啊，當然啱先講翻利益角度嚟講翻，我哋7日咧，我哋都係靠巴士㗎咋，特別細路翻學咧係好方便嘅。因為我唔使叫人帶佢都得啊嘛，10零歲咧，或者係個到咗小學嗰啲咧，有啲都可以自己咧個孭個書包上車落車定點啊嘛。而喺氹仔呢一個屋苑，同樣有類似嘅情況。唔係我哋解決㗎，呢啲問題係因為我哋交咗管理費㗎嘛，係嗰個海洋公司啦。我哋呢啲都係啲住戶冇乜嘢嘅。政府就話已經通過跨部門協作介入，並提供協助，包括推動2間巴士公司調度租賃車輛，提供穿梭服務。澳廣視記者李志傑報導。社會保障基金表示，2025年度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政府管理子帳戶利息收益已經入帳，居民可以透過一戶通同自助服務機等查詢有關子帳戶結餘。2025年度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政府管理子帳戶嘅利息收益已經入帳，年利率係3.2725%。居民可以透過一戶通、社保基金網站我的社保頁面、非強制性央積金資訊平台同埋自助服務機查詢有關子帳戶結餘。政府管理子帳戶嘅利息收益以銀行定期存款方式產生，按日計算，以每年嘅1至12月為收益計算期，並喺12月31號進行結算。帳戶擁有人可獲分配嘅利息金額，根據其政府管理子帳戶每日嘅結餘、可計息日數同埋收益率作計算。如果帳戶擁有人由2010年開始合資格獲預算盈餘特別分配，而且從未轉出、轉入或者提取政府管理子帳戶嘅款項，則2025年獲派利息3511澳門元，累計撥款同利息收益合共近116000澳門元。社保基金又強調唔會發出任何附有連結嘅手機短訊，提醒居民慎防詐騙。居民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政府管理子帳戶收益分配嘅資訊，可以瀏覽社保基金網站，或者喺辦公時間致電查詢。澳廣視記者廖亞文報導。39幅閒置土地將用作臨時戶外停車場、體育設施以及休憩區等用途。有居民認同活用閒置土地，有離島社資會委員建議考慮臨時規劃同未來土地用途規劃銜接。有城規會委員就建議臨時佈局需要平衡區域需求。位於氹仔臨近中央公園3幅閒置土地，會分別用作臨時停車場以及係體育設施。住喺附近嘅居民認為，近年中央公園使用量高，臨時社區設施可以疏導。中央公園真係好逼，我朝頭早都去晨運㗎，但係好多返學經過啊啲小朋友，我都覺得窄，即係我變咗我晨運都要轉移第二個地方。如果呢個做公園。係啦，呢個咧停車場調翻轉去仲好，你索性起幾層，咁你個地方咪仲好用，你可以收翻費用。你可以睇中央公園停車場，好多可以空位㗎，即係你變咗你度你咁近，你冇必要啊，係咪先？而家你行遠啲嗰個咩馬場嗰度咧，嗰個露天停車場都好多空位㗎，係咪啊？咁你不如將我起埋啲兒童設施啊，即係你暫時嘅，你入咗場啲咁多，啲老人家可以行下，啲細路仔可以玩下咁。即係你球場啊，都需要嘅，好多年青人都要打波啊嘛，都要踢波啊嘛，咁咯。離島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副召集人梁俊傑認為，活用閒置土地能夠回應居民嘅需求，咁同時減少蚊蟲滋生等衛生問題，咁建議政府考慮臨時措施同未來規劃嘅銜接。
都會見到其實中央公園包括無論係啲圖書館啊或者呢個公園嘅設施，其實長期嘅使用率都非常之高嘅。其實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即係未來透過詳細規劃嘅編制咧，其實更好將而家區內嘅閒置嘅土地咧，咁其實有一個真正嘅用途能夠去賦予到。連同氹仔呢3幅嘅土地，政府公布嘅39幅臨時用途規劃閒置土地，提供包括臨時休憩區、臨時停車場、環保加分站、臨時體育設施同綜合用途。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高岸星認為，政府以體量輕、週期快嘅臨時設施滿足社會需求，同時公開土地臨時規劃，有助市民了解政府施政方向。但認為閒置地臨時佈局需平衡各區嘅需求。臨時停車場我哋都見到咧，就喺個39幅當中咧，可能比較少咧喺嗰個氹仔嘅中南區。咁而呢啲區域咧係主要係作為一個嘅商業區嘅用途啦。咁對於一啲上下班時間或者係一啲叫做office hour嘅時間咧，可能對於停車場嘅需求都比較大一啲。佢亦都建議可以增設臨時教育用地，以及係增設藝文設施臨時用地。澳廣視記者容美欣報導。正所謂活到老學到老，越嚟越多人透過持續進修提升技能。根據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數據，第5階段持續進修發展計劃已經超過19萬人次參與。當局計劃今年將會推出新一期計劃，並將本地同內地職業認證考試白名單擴展到大約200項，當中包括現代金融、高新科技等嘅領域，希望推動在職青年進修，協助佢哋喺職場上向上流動。一齊了解下。38歲嘅 Celia 同好多同齡人一樣，身兼工作、家庭同育兒多重角色，但係 Celia 仍然堅持用業餘嘅時間進修營養學同性格學，而佢所學到嘅營養知識，亦都逐漸融入日常生活，同屋企人分享。媽媽，呢個香蕉營養素係咩啊？呢個香蕉裏邊係有維生素 B。維生素 B， 即係由飲食方面開始做起，咁所以就上完堂，跟住就用咗學到，跟住將佢運用喺平日，特別係個早餐度咁樣運用到，可以有蛋白質啊、碳水啊、纖維啊、益生菌啊咁樣，油啊咁樣，係啦，橄欖油咁樣，跟住去。一齊食嘅話，咁嗰個營養組成係好豐富咯。政府由2011年推出持續進修發展計劃，至今已經推出至到第5階段。根據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數據，由2023年推出嘅第5階段持續進修發展計劃，截至去年底，累計超過19萬2000人次參與，相比上一階段同期有所增長。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表示，今年將會推出新一期嘅持續進修發展計劃，重點擴充本地以及內地嘅職業認證考試嘅白名單至到大約200項，擴大證照嘅考試範圍去到合作區同埋大灣區，重點擴充咗本地同埋內地嘅職業認證考試嘅白名單去到大概200項，包括咗現代金融同埋一啲高新科技範疇等等，以提升居民嘅專業發展，推動在職青年進修，助力職場向上流動。佢又表示，下一階段亦都計劃鼓勵較具規模嘅教育機構，例如高等院校、非高等教育學校等，為長者開設更多元化嘅教育課程。澳廣視記者陳淑華報導。更多有關持續進修發展計劃嘅情況，請留意聽晚10點半播出嘅澳視新聞檔案。轉睇下，泰國連續2日有高架地盤發生起重機倒塌事故，今日嘅事故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傷。總理阿魯廷表示，涉事嘅係同一承建商，對此表示震驚。當局已經下令即時停止所有高架公路、鐵路工程項目。網上流傳嘅閉路電視片段影到高架橋倒塌一刻，事
事發喺泰國中部沙末沙空府，當地今日朝早約9點鐘，一條興建中嘅高架橋上有起重機墜落到高速公路，壓中橋下2架行駛中嘅汽車。涉事路段係連接曼谷主要幹道嘅延伸段，過去亦都曾因為工程發生過多宗事故。而東北部呵叻府尋日亦都有起重機由高架地盤倒塌，擊中一架行駛中嘅列車，造成多人死傷。泰國總理阿魯廷指2宗事故都係同一承建商，對此表示震驚。交通部長下令即時停止所有高架公路同鐵路工程項目，以便對地盤嘅安全標準進行全面審查。外電報導，建築事故喺部分東南亞國家屬於普遍情況，部分原因係由於安全標準同法規執行不力所致。澳廣視記者吳欣怡報導。加拿大總理卡尼尋日抵達北京，展開一連4日訪華行程，預計聽日會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外長王毅今日會見加拿大外長嗰陣表示，相信兩國領導人會晤將為雙邊關係開闢新前景，中方願同加方排除干擾，深化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今日喺北京會見加拿大外長亞南德。王毅話：時隔8年再有加拿大總理訪華，對兩國關係具有轉折性、標誌性意義。相信兩國領導人會晤將為雙邊關係開闢新前景。王毅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前所未有嘅深刻複雜變化，中加關係影響超越雙邊範疇，中方願同加方加強溝通，增進信任，排除干擾，深化合作，推動雙邊關係喺新形勢下走穩、走實、走好。又話中加兩國社會制度唔同，源於唔同歷史文化積澱，基於各自人民選擇。雙方應該理性、友善、包容看待對方，以相互尊重嘅方式處理問題，聚焦合作議程，釋放積極訊息，為兩國關係發展提供正面預期，注入更多信心，共同構建中加新型戰略夥伴關係。阿南德話：加拿大新政府高度重視對華關係，兩國關係舊年以嚟迎嚟改善發展嘅轉折點，保持積極強勁勢頭。總理卡尼期待通過此訪同中國領導人深入溝通交流，明確兩國關係發展方向，重啟各領域對話，推進達成更多互利成果，加強多邊事務協調合作。澳廣視記者李志晴報導。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報導。經濟學會預料第一季經濟持續平穩。高市早苗計劃提前舉行大選，在野南片民主黨同公明黨宣布聯手組建新政黨應對。為落實國家雙碳目標以及提升電動電單車普及率，特區政府現推出淘汰汽油摩托車並置換新電動摩托車資助計劃，資助對象更擴大至本澳所有有效註冊嘅汽油電單車車主。申請期由即日起至2030年10月14日，越早申請資助金額越高。符合資格嘅車主快啲嚟申請啦！詳情可瀏覽環保局網頁或微信公眾號。詳情可瀏覽環保局嘅網頁或微信公眾號。根據喺澳門生效嘅殘疾人權利公約，殘疾人有權獲得平等同有效嘅法律保護，不應受到基於任何原因嘅歧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近年，警務發生多宗因為不小心造成嘅平民案件，呢啲案件大多數都係因為唔小心或者無心之失而造成嘅。經理，你將公司國際化後，提升咗生態度，直播衰，除唔單止會嚴重危害市民嘅生命地位就不斷學習外人，最高亦都會被判處罰。用心為合作，正聲話喺度呼籲，吸煙之後要確保煙頭完全熄滅，先至好離開。成日做咩喊啊？發生咩事啊？我夢見自己做咗流浪狗，做流浪狗真係好慘㗎。
係啊，做流浪狗真係好慘㗎，所以你唔好再話要掉走俾佢。同埋澳門呢係有動物保護法，如果有人隨意遺棄動物或者放養動物，流浪動物嘅生命呢就冇辦法得到保障，而且仲會觸犯法例添。所以記得要做個盡責嘅主人啦。保護動物勿遺棄。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瀏覽市政署網頁或致電市政署市民服務熱線28337676查詢。水彩藝術以透明色層展現自然嘅光影層次柔美。今集有3位澳門著名水彩畫家分享佢哋點樣透過筆觸為我哋留低佢哋心目中嘅城市同人民記憶。我畫一張水彩畫啦，我個人咧就覺得開心。咁我咧就比較喜歡寫實。夢見獅子，星期日下晝2點，深夜12點，每次連播2集。農曆新年就到啦，有咩計可以揾多啲生意，兼同客戶拜個年呢？係我廣視馬年恭喜發財套裝啊！家姐，電視、電台多媒體強勢組合，你咁多生意，趁咗呢個消費黃金檔期，梗係把握住機會宣傳你嘅產品同埋服務啦。製作連播出都係萬零蚊起，仲可以趁機同客戶拜年添，咁咪可以個個都過個盤滿缽滿嘅肥年咯。咁犀利！調查顯示咧，有80%居民都失係澳廣視㗎。大灣區老闆都啱晒喎。澳門體育澳廣視網站及澳廣視 App， 星期5晚11點半，越南對於聯友。根據教青局嘅統計，第5階段持續進修發展計劃已經有超過19萬人次參與。參與嘅市民點樣喺持續學習嘅路上突破自我，並且影響身邊嘅人呢？今集澳視新聞檔案帶大家了解下。新城 A 區公屋陸續建成入伙，區內生活配套未同步，點樣完善？澳門戶外表演區推月租，提升靈活性，點樣強化經濟效益？星期4烽火台一齊傾下。今日時間，經濟學會預料今年第一季本澳經濟整體景氣表現可望呈現持續平穩態勢。經濟學會發布最新澳門經濟景氣指數，指出2025年11月同12月經濟景氣整體運行平穩，博彩業收入延續按年增長嘅走勢，入境旅客人次、酒店住客量同平均入住率都維持喺偏熱至過熱水平。人力資源市場表現穩健，然而中小企業嘅經營壓力同居民收入增長乏力。內地消費者信心指數較長時間處於低迷區間，6大綜合度假休閒企業股價仍然喺欠佳區間徘徊。經綜合多項經濟指標嘅分析研判同推算之後，舊年11月至12月經濟景氣指數分別為6.3分同6.2分。而展望2026年，學會預料穩中向好支撐條件同基本趨勢冇變。澳門經濟仍將以綜合旅遊休閒業作為主動引擎帶動，維持較強韌性。即將到嚟嘅春節以及其他節假日帶嚟嘅客流高峰，將會對入境旅客人次、酒店入住率以及博彩無收入形成直接支撐，帶動整體景氣基礎進一步穩固。但係由於本澳整體經濟仍然呈現冷暖並存，民生區中小微企經營壓力仍然突出，因此預料今年第一季本澳經濟景氣指數將會維持喺6.1分至6.3分嘅區間，整體景氣表現可望呈現持續平穩態勢。澳廣視記者關俊賢報導。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率團視察離島醫療綜合體北京協和醫院澳門醫學中心，並作出重點指示，包括充分發揮協和技術優勢，做好本地醫療人才培養，以及配合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率團視察離島醫療綜合體北京協和醫院澳門醫學中心，喺衛生局局長羅奕龍、協和澳門醫學中心院長劉正印等陪同下，視察咗綜合病房、日間診療中心、影像中心以及國際醫療中心，聽取工作彙報，並同北京協和醫院駐澳專家等代表舉行座談會。
雷海潮喺3方面作出重要指示：一係充分發揮協和技術優勢，同衛生局做好醫療分工，整合醫療資源，下沉優質醫療服務至社區；二係做好本地醫療人才培養，挖掘專業人才。當務之急係壯大專業醫療團隊。三係配合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深化高端國際醫療服務，擴大協和澳門醫學中心喺澳門乃至東南亞、亞太地區嘅國際影響力。佢相信協和澳門醫學中心定能充分利用好優質嘅醫療資源，以及北京協和專家團隊嘅人才優勢，服務好澳門本地社區，惠及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嘅一流醫學中心。院長劉正恩表示，截至2025年底，協和澳門醫學中心已經累計提供超過3萬人次專科門診服務。澳廣視記者黃生報導。美高梅宣布3月23號向合資格團隊成員加薪。美高梅表示，為答謝團隊成員以及佢哋為公司發展作出貢獻，3月23號合資格團隊成員將獲得2%嘅加薪調整，屆時將有99%團隊成員受惠。其中月薪為16,000澳門元或以下嘅團隊成員，獲一加薪500澳門元，相當於大約2%至4.5%嘅升幅。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今年1月1號之前入職嘅合資格員工4月起將獲加薪。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話，4月1號起合資格員工月薪16,000澳門元或以下嘅統一加薪500蚊，月薪超過16,000蚊嘅員工將獲加薪2%，並向所有合資格員工喺1月30號發放相當於1個月薪酬嘅特別酌情獎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據報計劃解散眾議院，提前下月舉行大選，而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同公明黨宣布組建新政黨，將喺選舉中挑戰執政陣營。另一方面，中方再次重新收緊兩用物項出口日本，根源在於高市早苗嘅錯誤言行，再次敦促日方切實反躬自省。國家商務部早前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軍民兩用物項，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質疑措施唔符合國際慣例，並要求中方撤回。喺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永前今日回應話，中方對日本採取有關措施，根源在於高市嘅錯誤言行，日方心知肚明，並指中方目的係制止再軍事化同擁核企圖，完全正當、合理、合法。再次敦促日方切實反躬自省，糾正錯誤，避免喺錯誤嘅道路上越走越遠。另一方面，共同社報道，高市早苗已經告知自民黨幹事長鈴木俊一以及盟友日本維新會黨魁吉村洋文，今個月23號解散眾議院，並計劃最快下個月8號舉行大選。而日本新聞網最新民調顯示，高市內閣支持率較上個月上升2.3個百分點，達到78%。分析認為，中方嘅管制措施可能導致部分日本企業喺幾個星期內停產，屆時對經濟嘅影響將逐漸湧現。高市係希望搶先一步，借目前嘅高支持率擴大議席，進一步強化政權基礎。而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同公明黨今日宣布共同組建新政黨，喺下個月嘅眾議院選舉中對戰執政陣營。共同社引述消息指，新黨名稱預計最快聽日敲定。公明黨原本同自民黨聯合執政20幾年，但由於不滿高市嘅極右路線，喺舊年10月退出，轉為在野黨。澳廣視記者錢嘉慧報道。美國宣布啟動加沙停火計劃第2階段，從停火轉向當地非軍事化同重建等。巴勒斯坦各方支持相關方案，以色列就要求哈馬斯盡快揾翻最後一具被扣押人質遺體。
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當地星期三喺社交平台發文，話代表總統特朗普宣布啟動結束加沙衝突20點計劃嘅第二階段，將建立一個過渡性嘅巴勒斯坦技術官僚委員會加沙國家行政委員會，負責管理加沙地帶並開展當地全面非軍事化重建工作，同解除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等所有未經授權人員嘅武裝。威特科夫仲話，美方希望哈馬斯全面履行停火協議。佢同時感謝斡旋方埃及、土耳其同卡塔爾等所作嘅努力。埃及、卡塔爾同土耳其同日發表聯合聲明，話已經完成組建巴勒斯坦技術官僚委員會。該會由15名成員組成，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前規劃部副部長沙亞斯領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同包括哈馬斯在內嘅多個巴勒斯坦派別，當日亦都各自發表聲明，表示支持組建一個技術官僚委員會治理加沙地帶。哈馬斯亦都話啟動加沙停火第二階段係重要進展，同時呼籲美方促使以色列履行停火首階段協議規定嘅義務。哈馬斯曾經話將喺技術官僚委員會接管加沙地帶之後，解散由哈馬斯控制嘅加沙地方政府。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話，哈馬斯必須遵守現有停火協議條款，並應該盡力揾翻最後一具被扣押人員遺體。澳廣視記者李志晴報導。再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報導。一對香港夫婦涉嫌訛稱承包賭廳業務，詐騙2400萬港元。財政局結算單，商戶社團需要到部門領取，而且要去銀行排隊辦理。而家多咗個電子選擇，只需喺指定銀行登記賬戶，財政局結算款項就可以直接入帳。步驟簡易咗，時間慳咗，收錢快咗，我可以更加專注眼前。經過精雕細琢，又再匯聚於此。成功入帳之後，仲會收到款項到帳通知同埋收款明細，方便又清晰。一般市民只要喺銀行已經登記到收取現金分享或者退稅嘅帳戶，無需再次登記，就會自動升級受惠呢項服務。向財政局繳交嘅款項，例如特區政府投標嘅保證金，都需要到指定銀行排隊繳交。但凡有被受到一丁點傷害，都會出現。有我在。而家有更方便嘅選擇，可以用財政局嘅手機應用程式，或者透過指定銀行嘅線上渠道直接繳費，慳翻好多排隊時間。交錢之後，隨時隨地可以喺財政局嘅手機應用程式查詢繳款記錄，簡單易用。投標保證金退返都可以直接入帳，資金流轉快咗，可以拓展更多商機。新措施簡政便民，無論係收取或繳交財政局相關嘅款項，只需透過銀行線上線下輕鬆登記，程式又省時。財政局新措施，便民利企，優化營商，為澳門經濟注入新動力。智慧財政，便民利企，就到啦！自享未來。有咩計可以揾多啲生意，兼同客戶拜個年呢？係我講4馬年恭喜發財套裝啊！家姐，電視、電台、多媒體強勢組合，你咁多師奶，趁咗呢個消費黃金檔期，梗係把握住機會，領拿你嘅產品同服務啦！多個世紀，強大嘅藝術生命力，甚至影響住現今嘅流行音樂文化。呢塊中華瑰寶，經過精雕細琢，又再匯聚於此，誠邀你粵港澳大灣區嘅粵曲唱家，展現你嘅才華。澳廣視主辦第2屆灣區粵曲大賽，現已接受報名，把握機會，唱出你心中嘅粵曲樂韻。翻嚟新聞時間，氣象局預料下週中期開始將有一股冬季季風抵達華南沿岸，氣温會顯著下降，隨後幾日最低氣温將會再度降至攝氏12度或以下。隨住東北季風逐漸緩和，未來數日日間陽光充沛，氣温逐步回升，但早晚天氣仍然清涼。展望一股冬季季風將於下週中期抵達華南沿岸，屆時氣温顯著下降，
北風增強。此外，預料位於西北太平洋嘅熱帶氣旋，未來幾日會喺菲律賓以東海域逐漸發展及徘徊。請市民留意天氣變化，即時添衣。氣象局表示，位於菲律賓以東海面嘅低壓區已經發展為熱帶氣旋，有機會成為今年首個獲命名嘅熱帶氣旋諾安。預料該熱帶氣旋將會喺菲律賓以東一帶徘徊同發展，但進入南海並影響本澳嘅機會相當細。雖然北半球喺1月份正係處於冬季，但西北太平洋部分海域海溫仍然較高。若果大氣環流條件合適，仍然有可能生成熱帶氣旋。而自1968年有紀錄以嚟，本澳最早發出熱帶氣旋信號月份係4月。事件拘捕一對香港夫婦，佢哋涉嫌訛稱名下香港公司承包澳門某娛樂場嘅賭廳業務，遊說一名非本澳男子投資，事主報稱損失2400萬港元。咁喺2023年嘅時候啦，咁呢名被害人咧，咁就經朋友介紹咧，就認識咗呢兩名嘅拘留犯啦。去到2024年2月啦。咁羅姓拘留犯咧，再以各種嘅理由啦，就叫佢加大嗰個投資啦。咁於是被害人咧就先後再轉帳640萬人民幣咧，就去到呢個嫌犯所指定嘅銀行帳戶裏面啦。之後去到2024年12月咧，亦係同樣用一啲嘅叫佢加大呢個投資嘅呢啲理由啦，咁繼續叫游說佢加大投資嘅。咁於是咧，佢亦係按呢個拘留犯嘅指示啦，就將多次啦，就將合共1900萬港元嘅現金就交俾呢個嘅羅姓拘留犯嘅。另外，皇朝區某娛樂場入邊一間店鋪兩名男員工，為由舊年11月起為賭客非法兌換，涉案金額大約3300萬港幣，獲利唔少於100萬元人民幣。警方又接獲兩名本澳居民懷疑墮入網上借貸騙案，合共損失超過29萬人民幣。立法會小組會繼續分析以及討論廣告法法案。小組會主席葉兆佳表示，法案建議強化對網絡廣告嘅規管，要求網絡營運商同電訊營運商制止不實或違法廣告。廣告法法案針對網絡廣告有一系列規管，包括要求廣告發布者不得影響網絡使用者或者用戶對網絡嘅正常使用。本地電訊業務經營者或者係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如果發現平台有違法廣告發布，有責任限制傳播，並向監察實體舉報。小組會主席葉兆佳引述政府話，相信有助更好保護公眾利益。咁所以其實係已經提到話，本地嘅電訊業務營運者同埋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咧，如果佢哋因為喺佢嘅網站或者網上咧係放或者平台上咧放一啲咁嘅廣告。但如果係明知佢係違法嘅，你就應該就即係唔會播咯。咁但係明知或者係點樣叫明知或者係應知嘅話咧，咁呢個當然有另一個即係需要去真係發生嘅時候有人投訴啦，咁當然會去即係去執法啦。咁呢個就睇當時嘅環境咯。咁就其實主要就話多咗一個咁嘅義務或者責任俾咗呢啲網絡營運商或者平台經營者。咁啊呢個係比原來嘅法例咧係更加係明確嘅。咁啊，應該就保護到公眾嘅利益咯。至於針對同現行法規存在部分重疊嘅特定廣告類別，例如係煙草、酒精以及房地產廣告等，法案新增補充內容，確保同現行法規唔會抵觸。報廣司記者余炳報導。晏晝大約1點半，喺港珠澳大橋口岸邊檢北大馬路近出境車道，有的士撞爛出境車道旁邊嘅防護網，事件當中冇人受傷。現場係港珠澳大橋口岸邊檢北大馬路近出境車道，的士排隊區防護嘅鐵絲網被撞爛，有工程人員喺現場維修。治安警表示，喺晏晝大約1點半，一架的士撞爛出境車道旁邊嘅防護網，有人報稱因為疲勞而踩錯油門。當時車內冇乘客，司機通過酒精呼氣測試，警方將會提出檢控。
政府有序推進科技研發產業園建設，經濟及科技發展局表示，積極推動同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支持體系，為科技產業發展創造更有利嘅條件。經濟及科技發展局經徵詢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意見，回覆議員顏奕恒書面質詢時話，科技研發產業園係推動澳門科技產業發展嘅重大項目。目前除咗成立跨部門工作組統籌協調外，已經委託專業研究團隊就園區定位、建設方案同配套設施等方面展開深入研究同論證，同時委託研究團隊研究澳門科技產業發展規劃，借鑑國際同區域成功經驗，就未來發展路徑同目標提出建議。經科局同招商投資促進局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共同推動具發展潛力嘅科技企業落戶澳門，並提供政策諮詢同營商環境介紹等服務。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喺舊年推出企業創新研發資助計劃，面向企業嘅唔同階段作唔同強度嘅支持，以持續推動企業加大科研嘅投入。政府有序推進科技研發產業園建設，繼續關注其他地區關於知識產權嘅立法趨勢，持續優化各項申請同審批程序，並持續同本澳科技企業同高校等科研機構保持緊密溝通，積極推動同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支持體系，為推動科技產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滬港視記者李翠萍報導。新口岸填海區 Q1D 地段公共辦公大樓建造工程上蓋工程公開開標，一共收到28份標書。項目佔地面積約為2770平方米，將會興建政府辦公大樓俾政府部門辦公。公共建設局表示，項目將會喺基礎及地庫工程完工之後開展。項目位於沙河填海區 Q1D 地段，佔地面積約為2770平方米，興建樓高12層同埋地庫3層嘅政府辦公大樓。項目現正進行基礎及地庫工程，進度符合預期。上蓋工程將緊接喺基礎及地庫工程完工後開展施工，預計為本年度第2季。工建局共收到28份標書，工程施工期最長為650個工作日。澳廣視記者崔麗琪報導。伊朗反政府示威持續，有人權組織估計死亡人數已經增至3400人，另外有超過18000人被捕。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話仍然喺度觀望事態發展，再決定係咪向伊朗採取軍事行動。而伊朗今日清晨一度關閉領空大約5個鐘頭，部分航班要調整航線。伊朗上個月底爆發反政府示威，造成嚴重傷亡。當局星期三喺首都德黑蘭為示威衝突中喪生嘅人舉行集體葬禮，當中主要係安全部隊人員。伊朗政府早前話將對被捕示威者進行快速審判同處決。外長阿拉格齊同日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話，當局冇計劃向示威者使用絞刑，並且警告美國唔好空襲伊朗核設施。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三喺白宮受訪時話，從可靠渠道得知，伊朗針對示威者嘅殺戮事件已經停止，唔會再向示威者執行死刑。至於美軍會唔會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特朗普話將觀望事態發展再作決定。多國都關注伊朗局勢，西班牙、意大利同波蘭等要求公民離開伊朗。英國暫時關閉駐伊朗大使館，而喺以色列同德國等就有示威或者集會聲援伊朗示威者。伊朗曾經警告，若果美軍攻擊伊朗，區內嘅美軍基地將成為反擊目標。卡塔爾證實美軍撤出駐紮喺當地烏代德空軍基地嘅部分人員，據報部分英國空軍人員亦都從呢個基地撤離。烏代德空軍基地係美國喺中東最大嘅軍事基地。路透社引述2名歐洲官員話，美國或者喺未來24小時內軍事介入伊朗。另外有報道引述1名伊朗官員話，美國從卡塔爾撤軍或者係心理戰嘅一部分，強調伊朗武裝部隊已經做好準備應對任何情況。有美國傳媒報道，
特朗普傾向對伊朗進行軍事干預，希望對伊朗採取快速以及具決定性嘅軍事行動。澳廣視記者周麗儀報導。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宣布對部分進口半導體以及衍生產品等加徵25%關稅。美國白宮宣布，星期四起對部分進口半導體製造設備同衍生產品加徵25%關稅。措施旨在鼓勵喺美國國內製造晶片，降低對海外半導體生產基地嘅依賴。白宮話，美國目前嚴重依賴外國供應鏈，構成重大嘅經濟同國家安全風險。根據白宮公布嘅清單，受影響嘅包括晶片業龍頭英偉達嘅 H200 晶片同晶片生產商超微半導體嘅 MI325X 等特定先進半導體。英偉達同超微半導體雖然係美國公司，但佢設計嘅晶片大多數喺海外製造，當中大部分由晶片製造商台積電代工。澳廣視記者林實心報道。休息翻嚟會睇下。高級組籃球聯賽，黑熊擊敗浩進，開季5連勝。那既然我都那麼想知道東海這個領導人到底是誰？為什麼不能聯手？你我現在合作，誰同意啊？我相信你和太太確實不認識。那這個調換只能是你交給共。尋日榮耀，今晚9點，澳門綜藝頻道連播兩集。您師傅蔣勳，日思夜想，心心念念，期盼着您回去。我也相信，只要您回去，您想要的，他什麼都會給您。我告訴你啊，這孫悟空啊，這金箍棒是藏耳朵裡的，所以我才找你來保護。叔叔說，等他走之後把飯給你，坤爺爺你吃吧，特別好吃。點心之路，今日中午12點，晚上8點，第日嘅凌晨1點，澳視澳門。將個兩個都加起來，就係傳統嶺南文化藝術，經流傳多個世紀，強大嘅藝術生命力，甚至影響住現今嘅流行音樂文化。呢塊中華瑰寶，經過精雕細琢，又再匯聚於此，誠邀你粵港澳大灣區嘅粵曲唱家，消失的大象，星期日下晝4點，第日嘅凌晨1點35分，澳視澳門連播兩集。把握機會，唱出你心中嘅粵曲樂韻。你也上過售票的舞台了，小膽怎麼跟你比啊？不是因為我考試的事兒。但凡你非受到一丁點傷害，我都會出現。有我在，你沒有機會。啊，他怎麼又出現了？夢見獅子，星期日大象，星期日下晝4點12點嘅凌晨1點連播兩集，澳視澳門連播兩集。粵曲作為傳統嶺南文化藝術，已經流傳多個世紀，強大嘅藝術生命力，甚至影響住現今嘅流行音樂文化。呢塊中華瑰寶，經過精雕細琢，又再匯聚於此，誠邀你粵港澳大灣區嘅粵曲唱家，展現你嘅才華。澳廣視主辦94澳門資訊頻道粵曲大賽，願你接受報名，把握機會，唱出你心中嘅粵曲樂韻。社會脈搏。午飯時間掌握本地、兩岸、國際同體育嘅最新消息。澳廣視至愛新勢力記者報道，即時資訊不間斷，隨時覆蓋。報時新聞、社會熱話，為你直擊。天氣報告，繼續警惕。澳視新聞重溫，唔怕錯過重點消息。普通話新聞為全國觀眾報道澳門最新動態。大家新聞新大家到啦，有咩計可以揾多啲生意？94澳門資訊頻道。新聞時段全覆蓋。馬年恭喜發財套裝啊！家姐，電視、電台多媒體強勢組合，你咁多生意，趁住呢個消費黃金檔期，梗係把握住機會宣傳你嘅產品同埋服務啦。製作連播出都係萬零蚊起，仲可以趁機同客戶買票。咁咪
顯出現代化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以及中國力量，通過超級工程背後嘅建造過程，發揚卓麗澎湃、勇毅前行嘅奮鬥精神。大學建造第二季，星期日晚8點，第日嘅上晝10點半，澳視澳門。另一方面，高級組籃球聯賽黑熊110比96擊敗浩津，開季5戰全勝，打少一場下暫列積分榜第4。兩隊開季都未輸過，黑衫嘅黑熊對浩津，黑熊火出一局，首節射入6個三分波，呢場包辦2球，今場有16分進帳，首節就建立雙位數嘅優勢。雙方今季都有人因外援，提高本地聯賽觀賞性。賽前5連勝嘅浩津，第二節把握對手暫時收起外援，單節攻下31分，外援迪拿特表現搶眼，獨取17分，半場追到落後3分。力爭衛冕嘅黑熊，今場3名外援都有上陣，籃底得手嘅菲力斯同碧克都做出雙數據，兩人合共交出57分。陣中有4人得分上雙，浩津只得2人，得分點都集中喺迪拿特身上，攻入全場最高嘅52分。而何浩然就有16分進帳，難以抵擋對方火力。最終黑熊贏110比96，開季5戰全勝，兼打破浩津今季不敗之身。黑熊打少一場之下，暫列積分榜第4。另一場開季未輸過6-3嘅奧賽，對仍未打開勝利之門嘅樂豐，形勢一面倒。奧賽喺第二節限制對手得分喺個位數，半場拉開比分到70比29，令比賽失去懸念。奧賽今場有7人得分上雙，2名外援史密夫同盧克斯聯手交出62分，球隊全場共射入16個三分波。最終奧賽大勝141比59，錄得6連勝，多打一場之下排積分榜首位。澳廣司記者梁韻年報道。本台今晚會播出一場足球賽事。澳門體育夜晚9點播出23歲以下亞洲杯最後嘅2分組賽 D 組嘅伊拉克對澳洲，屆時澳廣視網頁同移動裝置應用程式會同步播出，敬請留意。阿德萊德國際網球賽，俄羅斯球手舒拿迪直落2盤擊敗美國嘅艾瑪拿華路，晉身女單4強。白山6號種子嘅艾瑪拿華路晉級過程1盤未失，嚟到8強面對9號種子俄羅斯嘅舒拿迪遇上考驗，首盤已經受到壓制，被舒拿迪網前得分。雙方過往3次交手，艾瑪拿華路僅得1勝。今場首盤失咗3個發球局，包括呢一球打落網，艾瑪拿華路輸3比6。舒拿迪目前世界排名11，有機會躋身前10。緊接一盤保持強勢，超過70%嘅一發得分率，再贏一盤6比3，直落2盤擊敗艾瑪拿華路，取得4強席位。另一場632號種子美國嘅基斯對加拿大新星寶高，實力旗鼓相當，雙方各贏一盤6比4。決勝盤寶高發揮更加出色，打斜線得分。寶高全場6次打破對手發球局，隨住基斯接發球出界，寶高再贏一盤6比2，盤數2比1險勝基斯，晉身4強。澳廣視記者梁志傑報導。歐洲籃球冠軍聯賽，奧林比亞高斯作客104比66大勝帕迪遜，升上聯賽榜第6。白衫作客嘅奧林比亞高斯目前處於中游位置，同薩拉基利斯、皇家馬德里、費倫巴治等多支球隊戰績接近。今輪對住塞爾維亞球隊帕迪遜，雙方首節打得近湊，奧林比亞高斯稍稍領先20比17。常規賽排名前6球隊直接晉身季後賽，第7至10名要進行附加賽，爭剩低2個晉級名額。奧林比亞高斯目標當然放喺前6，只有單節打出32比13，成為今場轉捩點。全隊有4人攞到12分，包括黃古普。
4次3分線外起手全部入晒，隊友彼得斯亦都射入4個3分波。奧林比亞高斯外線得分完全壓制帕迪遜，俾對手入多10球3分，客隊遙遙領先近40分，令到比賽失去懸念。結果奧林比亞高斯以104比66大勝帕迪遜，升上聯賽榜第6。帕迪遜繼續包尾。澳廣視記者唐慧賢報導。以下由公銀澳門提供嘅財經報價。恒生指數收市報26,923點，跌76點，總成交2,904億幾。恒生期貨即月收市報26,933點，外幣對港元牌價美電7.8053，每百日元4.9314，英鎊10.4936，新西蘭元4.4904。金市方面，香港舊金收市報每兩42,775港元，倫敦金每盎司4,606.159美元，飾金牌價每兩53,290澳門元。新聞報道完啦，再會。歡迎收睇天氣報告。今日大致天晴，朝早有煙霞，吹2至3級東至東北風。直到晏晝5點，氣温介乎攝氏15至25度，相對濕度介乎36%至82%之間。各區最高空氣質量指數73至90之間，水平屬於普通。今日錄得最高紫外線指數約為5.6，級別屬於中等。而家由氣象局氣象技術員蔣子健同我哋播放呢日嘅天氣概況。廣東沿岸雲量咧係唔多嘅，咁所以今日咧係大致天晴，早上有煙霞嘅。未來幾日係大致天晴啦，日間較為乾燥，請市民小心防火。展望咧，廣東季風咧將會喺下週中期抵達華南沿岸啦，屆時氣温會顯著下降，北風增強同埋雲量增多。下週中後期咧天氣係寒冷嘅。再睇下聽日嘅詳盡天氣預測。預測聽日大致天晴，日間有煙霞，吹2至3級東至東北風，氣温約為攝氏15至24度，相對濕度介乎45%至95%之間。預測最高紫外線指數約為6，級別屬於高。各區最高氣質量指數75至110之間，水平屬於普通至不良。最後睇各大城市嘅天氣概況。TDM 新視點，今日中午12點、晚上8點、第日嘅凌晨1點，而我現在會播出點心之路嘅第3集。小鎮美食節本來唔開心，但係有個賊大鬧。